过来是国民党彰化县长的人选也未确定，立委谢依凤也是努力咧争取提名。不过，伊小弟彰化县的议长谢展霖接受到网络节目的专访时讲，谢依凤坚持要来选县长，并无得到家族的支持。谢展霖讲，伫个南北合作的前提之下，伊认为郭文铁或者是黄国昌拢是参选彰化县长正适合的人选。只要能蓝白合，他来 ，OK， 他能来，那当然最好了。那这个黄国昌能来也很好啊。伫媒体前恩威汉的节目，彰化县议长谢展霖讲出年底彰化县长由郭文铁或者是黄国昌出来选，也代表伊要替表态要选县长的阿姊谢依凤。他也跟我讲过这句话了啊，他说以后插进敌爱公家，袂使为家己的。对，那我为什么要因为你被赖清德政治追杀？意思就是阿姊这句话，互伊决定唔甲听。谢展霖讲，卡苏谢依凤坚持要选，伊手头上大3项资源，包括老爸谢千忠、老母郑子芬，叫伊家己拢未支持。我爸已经表达很明确了嘛，你自己，你连家里这一关都不过了，你怎么去接受？我姐跟我如果没有对爸爸妈妈，没有这些以前所经营下来的团队来支持。我们就是一个路人啊。到结果进程，家弟啊拢无回应。谢展霖伫节目中讲，希望阿姊伫保千人的支持后，卖个继续选落去。彰化县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人选都也未出炉。也毋过谢依凤争取党提名的过程，已经出现未少难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